啲咩啊？思睿，我喺度睇緊我最中意嗰隊球隊嘅賽程表。咁你知唔知道今年2026年6月發生咗啲咩體壇盛事啊？我梗係知啦，你一定係講緊而舉行緊嘅世界盃。咁啱，我哋學校嘅運動精英喺3月都去咗北京交流團，追我哋嘅足球夢。咁不如去片俾大家一齊睇下足球隊喺北京嘅精彩經歷啦！思睿，你最期待今次交流團啲咩啊？梗係同唔同學校嘅球員踢波，同埋認識中國文化。除咗同香港唔同嘅學校進行比賽，互相學習，我哋仲贏咗一個同北京學生踢表演賽嘅機會。我知你今次比賽包辦晒所有入球，係我哋學校嘅神射手。咁你最大嘅收穫係咩啊？梗係可以幫學校拎到冠軍啦！雖然對手好強，但我哋都冇放棄，同埋學識到更好咁樣同隊友配合，最後反敗為勝，真係好開心啊！除咗足球之外，我哋仲參觀咗北京多個景點，了解咗中國嘅歷史同文化。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咁大嘅宮殿。今次旅程唔單止提升球技，更加可以大開眼界。今年係4年一度嘅世界盃年，世界各地嘅球員都為夢想而努力。
我哋雖然年紀細，但同樣可以為目標奮鬥。或者未來嘅世界盃球員就喺我哋當中。多謝收睇。